好，大家又係我次郎啊！咁咧記得啦，幫手訂閱我哋頻道先，咁啊先有動力再做多啲片俾大家嘅。呢條片咧就係講聽日沙田啦，就係呢個AI 揾呢個 tips 俾大家嘅。事不宜遲啊，第一場啊就係第一隻7號魅力星啊27%，第二隻係1號燃心星26%，第三隻係12號快馬加鞭25%，第四隻係5號東方魅影24% 嘅。到第二場啊，第一隻係3號快活英雄28%，第二隻呢就係2號亨奇26%，第三隻係6號非凡時刻24%，第四隻係12號嘅線路光華23%。到第三場，第一隻係4號嘅五福星28%，第二隻係3號嘅日日獎26%，第三隻係7號嘅火神神樂25%，第四隻係2號嘅彼得星24% 嘅。到第四場啊，第一隻係3號嘅星運笑着28%，第二隻係2號呢個開心5月26%，第三隻呢就係11號嘅考眼光24%，第四隻係10號嘅心紅紅啊22%。到第五場，第一隻啊係9號嘅建測精英26%，第二隻呢就係5號嘅同友雲25%，第三隻係12號嘅風采人生24%，第四隻係6號啊女神23% 嘅。到第六場啊，第一隻呢就係10號嘅海船幸運26%，第二隻係6號彭越25%，第三隻係4號小飛俠24%，第四隻係1號本領輝煌23%。第七場啊，第一隻係3號金金小子26%，第二隻係1號電源之軀25%，第三隻係7號啊展雄威24%，第四隻係10號嘅智勝攻略23% 嘅。到第八場啊，第一隻係6號啊勁先生26%，第二隻係4號實力哥25% 啊，第三隻係7號新意馬24%，第四隻係5號嘅日馳千里23%。到第九場啊，第一隻係5號武林密碼26%，第二隻係2號好有心得25%，第三隻係7號真心傳奇24%，第四隻係1號啊愛馬仕23%。到尾場第10場啊，第一隻係1號嘅至尊高超26%，第二隻係5號啊勇冠群英25%，第三隻係7號唐不甩24%，第四隻係2號嘅人心星23% 嘅。記得啦，賭馬冇必贏啊！記得小賭怡情，開心賽馬。仲要就訂閱我哋頻道，多多支持啊！